上星期發生太古城一位媽媽同佢12歲嘅女同日相繼自殺嘅悲劇，引起社會好大嘅迴響同埋熱烈嘅討論。除咗社會不斷探討係咩問題導致今次慘劇發生，甚至有啲人埋怨社會有啲咩做得不足，揾人問責同埋點樣可以處理方法更專業等等。到底我哋個人方面可以做啲乜嘢有意義嘅，防止類似嘅事情再次發生？生死可以係一瞬間嘅事，而我哋自己又可以如何防止情緒失控？特別面臨情緒接近崩潰嘅邊緣，我哋可以即時幫助自己呢。當情緒面臨崩潰，理智完全被痛苦或者恐慌淹沒時，我哋嘅大腦理性嘅思考區域會暫時關閉。呢個時候最重要嘅係止血同埋着陸，請立即放下手上所有嘅事，嘗試以下嘅方法嚟接住自己。第一，5分鐘緊急阻斷，切斷刺激同埋分散注意力。當強烈嘅智商衝動同埋情緒危機嚟襲嘅時候呢，首先目標我哋就唔想讓情況變得更糟。以下嘅技巧可以幫你暫時去捱過最難熬嘅幾分鐘。第一，可以呢微型改變環境啦，作為一個物理嘅阻隔。我哋離開現場環境，例如我哋轉身去廁所啦，或者去啲空氣流通嘅地方，遠離我崩潰嘅空氣、人同埋話題。第二呢，可以呢物理防禦姿勢啦，例如喺個角落位坐低啦，微微彎曲同埋雙手抱起自己，或者呢攞件外套笠起自己，為自己製造一個人工嘅安全結界嘅。第二呢，我哋可以轉移焦點同埋分散注意力，例如我哋可以數數啦，將任何可以觀察到嘅東西，例如係天花板嘅燈啦、窗外面嘅樹葉啦、呼吸嘅秒數啦，亦都可以呢將焦點轉移去其他人，例如聯絡親友同埋詢問其他人冇嘢要去幫助啦，或者個腦裏面呢想像你關心嘅人、尊敬嘅人，睇下佢哋點樣平靜咁樣去安慰你嘅。第三呢，亦都可以從事替代性嘅活動，例如呢，有啲令到自己開心嘅事，例如運動啦、睇電影、睇漫畫、打機啦、食啲甜品啦、沖涼啊或者瞓覺咁樣嘅。第二呢，我哋可以用心理轉譯同埋着陸，將個大腦回歸當下。當強烈嘅情緒引發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難呢啲生理恐慌呢，我哋利用感官同埋生理機制，可以強行去重啟過載嘅大腦。例如我哋可以用5、4、3、2、1嘅感官着陸技術。當我哋嘅心智被困喺痛苦同埋未來恐懼時候呢，大聲講出當下感官嘅所有事物，將自己拉返去此時此地。例如5呢，就係5個眼睛我哋睇到嘅顏色啊或者東西。4就係呢，有4種呢去身體觸摸到嘅質感啦，即係觸覺，例如係我哋觸摸到嘅我哋嘅台啦、凳啦、床啦。3就係3種可以耳仔聽到嘅聲音，例如係車聲啦、風聲啦。2就係呢，我哋個鼻聞到嘅味道。1就係呢，我哋一種呢去舌頭嘗到嘅味道啦。咁我哋呢，希望可以透過用力腳去踩入地板，感受地心吸力，或者呢用力去捏下自己隻手啦，將注意力呢轉移咗嗰種嘅指尖嘅感覺上面嘅。第二呢，我哋亦都可以呢改變情緒嘅生理機制，例如呢，我哋用冰水降溫啦，將我哋塊面呢浸入個冰水幾十秒啦，或者用啲冷水去潑一潑自己塊面啦。呢一種嘅溫度呢，強烈刺激咗我哋嘅副交感神經啦，令到心跳減慢，讓情緒呢快速降溫嘅。或者我哋亦都可以做高強度嘅有氧運動啦，例如進行大約30分鐘高強度運動，令到心跳呢大過個心率70%呢，可以幫我哋重整我哋嘅身體啦，冷卻我哋嘅情緒。亦都會學習去呼吸啦，刻意去放慢我哋嘅呼吸，呼氣呢要比吸氣長嘅，例如吸4秒，呼8秒，咁呢就可以固定個速度呢，去緩和翻心跳同埋個呼吸。亦都可以呢，令到我哋嘅
漸進式嘅肌肉放鬆。我哋搭配呼吸嘅速度啦，例如深吸、慢呼啦，刻意咧去繃緊某種嘅肌肉群啦，用力去握我哋嘅拳頭啦、聳肩啦。喺慢呼嘅時候全然鬆開咧，令肌肉咧達到更深層嘅放鬆。第三步驟就係我哋安全宣泄同埋全面接納自己，同自己嘅情緒和平共處。我哋唔好壓抑自己嘅情緒，而係透過安全、唔傷人、唔傷己嘅方式咧，讓能量流動，並且用不批判嘅角度咧去觀察自己。例如我哋安全不具傷害性嘅發泄，容許自己流淚啦，想喊就喊，因為我哋咧喺喊嘅時候可以降低壓力嘅荷爾蒙啦，係身體排毒同埋釋放壓力嘅天然機制。而且咧，我哋可以用安全性咧去替代自己傷害自己嘅。例如我哋用一隻手啦去緊握個冰粒啦，利用個冰凍疼痛感咧去代替真正嘅身體嘅疼痛啊。跟住咧，亦都可以咧匿入喺車入啦、房內啦，或者用被咧冚住自己咧去大聲叫嘅，或者用力咧去打個枕頭啦，撕碎嗰啲嘅紙張啦，甚至將自己一啲唔開心嘅、痛苦嘅寫落個張紙度，跟住之後咧就撕掉嘅。而且亦都可以用五感咧自我去安撫嘅。當我情緒咧稍微緩和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再用五感咧去滋潤自己啦。例如視覺，我哋可以睇到好靚嘅日落啦、美麗嘅花束啦、療愈嘅動物片啦、大自然紀錄片啦。聽呢，我哋可以聽啲古典音樂啦、流行曲啦，或者大自然嘅雨聲、海浪聲啦。嗅覺可以聞到自己喜歡嘅精油味道啦、香水味道啦。味覺，我哋可以嘗試試下食下啲我哋中意食嘅點心啦，甚至飲啲熱茶啦、熱朱古力啦。觸覺啦，咁我哋可以咧嘗試浸一個熱水涼啦，亦都可以摸下啲動物啦，同埋咧擁抱自己啦。跟住我哋咧都可以用第三人稱咧嘅視覺去觀察，我哋作為一個正面嘅觀察自己。係啦，咁我哋嘗試將個情緒抽離出嚟啦，做一個客觀嘅旁觀者啦，唔好帶任何嘅批判咁樣去描述自己嘅狀態，拉開咧我哋同情緒嘅距離。例如我哋注意到咧，我而家個心情咧係好差，亦都注意到自己嘅肩膊咧好緊，或者咧亦都咧出現咗想喊嘅衝動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可以去到第四部分咧，我哋尋求即時嘅人工安全網啦。因為如果試過以上三個方法咧，仲係覺得自己咧要失控啊，控制唔到，呼吸困難，甚至有自殘嘅念頭咧，請立即咧將痛苦分擔俾專業嘅傾聽者嘅。我哋咧可以咧打返我哋免費啦同埋保密嘅香港熱線，例如情緒通啦、生命熱線、香港嘅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。或者咧可以用文字去傾訴，例如咧去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 chat room 啦，同埋 open up。有以上方法咧，都係幫助自己如何增強咧痛苦嘅承受力，減低傷害自己嘅衝動啊、自殺自殘或者對人作出嘅言語或肢體暴力行為。即使好痛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短暫去忍受痛苦，而唔做出自我傷害行為。所以呢個就係提升咧痛苦承受力嘅意義，透過改變情緒嘅新心理機制啦，短暫咁讓痛苦變得比較能忍受，而唔做出傷害自己嘅行為。咁呢，而呢一啲呢練習都可以幫自己存活落嚟啦，安全度過痛苦嘅尖峰期。當度過咗呢段咁難捱嘅感覺之後呢，即使咧令人痛苦嘅事實仍然存在啦，心理空間咧，我哋都容易咧去接納受傷啦同悲痛嘅自己，進而有機會喺困境當中咧解脫出嚟。呢個練習咧都係咧短暫，讓痛苦降低到可以忍受嘅範圍。如果真正想去減緩個痛苦咧，單單做啲痛苦承受力嘅練習係唔夠嘅，我哋仲要配搭其他嘅方法，例如真正解決問題啦。調整我哋嘅心態，做好個人際溝通，同埋與事實共存，提升自我嘅能力等等。希望呢啲方法呢，都讓呢情緒好低落、崩潰時嘅你啦，
可以獲取即時嘅幫助。呢啲嘅內容呢，都係根據翻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啦，一啲嘅臨床心理學家啦，辯證式嘅行為療法啦，同埋個人嘅學習同經驗得出。如果持續都有情緒嘅問題呢，請盡快呢去揾翻專業人士幫助。希望有情緒困擾嘅人士呢，可以揾到情緒嘅出口，順利呢去過渡呢個困難嘅時候。要相信啦，方法唔單止一種嘅，只要持續去揾啦，去面對呢，一定揾到呢適合嘅方法，可以過渡呢個艱難嘅時刻。